唔該晒。冇得學，如果你要睇咧有啊，但係而家未係時間。如果唔係你有半個鐘頭你可以睇，有排你睇。我真係淨係睇片啊，我覺得睇足成日你都有時間。第二咧就係、我哋指嗰啲嘢，呢一條石柱，我哋就咁講，指下一個加碼，即係指呢啲嘅時候咧，要有少少距離，好認同，你基本都冇理咁滯，問題佢。你係咪呢度老師？